非常好嘅問題，因為咧通常喺20幾年前啊買嘅保險，即係我入行之前買，即係20幾年啦買嘅保險咧，大部分咧都係要供到你100歲，或者供到張單完為止嘅。咁嗰啲咧就係，但係當時嘅人咧就會話，你供10年、供20年就供完㗎啦，唔使供㗎啦。但係其實因為咧張單冇寫明咧，你係供20年或者供15年㗎，所以佢只不過係用你啲紅利去幫你交埋餘下嘅保費嘅啫。所以但係而紅利因為係唔保證嘅，所以有機會咧你係張單唔夠紅利派得唔好，所以冇錢交保費，冇錢交保費，所以你要交翻。咁通常都會出翻封信，通常佢會出翻係啦，佢會出翻封信話俾你聽你要交啦。第二就係咁，你頭先話冇改地址喎，佢揾你唔到喎，咁張單就會斷咗㗎啦。係啊，因為都冇人揾到你。咁如果斷咗，好多 agent 會同你講話，你供20年就供完，或者供15年就供完㗎啦咁樣。但係其實呢張單咧，可能係供到100歲，供到你死為止。OK， 又或者咧，呢張單係供20年嘅，不過佢會同你講，15、6年就唔使供㗎啦。咁樣你哋千祈要小心啦，因為咧你要睇翻張單咧，其實其實張單好容易睇嘅啫，有冇啲20 pay off 啊、20 pay 啊、30 pay 啊、25 pay 嗰類嗰啲字眼喺度咧，都可以好清楚知道你大概要供幾多年㗎啦。過去嘅20幾年，即係大概我入行2002年入行嘅時候咧，大部分嘅單咧開始咧就有咗20 pay 呢一樣嘢啦。